只徛完一日的台北高雄黄珊珊小看天腿徛袂在，不过一暝过去，民众党团伫立院的攻防脚步是愈来愈在。我们会跟民众党来合作，好，最早尾的选举的部分，我们也不排除会合作。 那亚党团总调鲍坤基讲，伫咧调委选举会和民众党来合作，不过这个决定党内敢若有意见，传出40几个委员当中，敢若有10个赞成，5个反对，等于有超过一半拢无表态。我早上收到一个 line， 有人跟我讲说，好像规划是财政。那看到都是媒体的报道，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。有什么事，我想都可以直接联络。那这些传话或放话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必要啦。面对南亚新出招，民众党也阁无动作，只是白色调委的布局即马传出，除了三党东边拢有伫的司法，南亚无要相让以外，其他包括黄珊珊所在的财委，也阁有干事长吴孙成分配到的教委，拢互点名，算是礼让的选项之一。改革比位置重要，改革比位置重要。 我们真的希望的是，民进党跳票了这么多年的法案，从国会改革到司法改革，民进党不做，在野党来做；民进党不做，在野党来做。总调黄国昌强调，位置无重要。面对南亚所提出的邀请，要如何接招，病赢决定爱先观察一下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